恭喜恭喜恭喜！哇，屬兔嘅你簡直正啊！因為財運排第一，桃花排第二。點解咁正啊？因為今年係財運年，又加埋係天喜桃花喎。咁有桃花本來已經交際應酬、人緣好，對事業已經有幫助㗎啦。又加埋財運年，更加提高一線啦。咁如果你嘥秋冬天出世就勢如破竹啦，係咪？即使春夏天出世都唔使驚，頂得住頂得住啦！財運排第一，桃花排第二。即使你上班一做到啦，有桃花，人哋見你個樣順眼啲，你做嘢容易順利少少啦。如果收入唔穩定嘅自僱或者做生意人啊，更加容易傾得成生意。所以咁樣財運年係唔錯，桃花年係唔錯。如果你單身嚟到呢個天喜桃花呢，天喜都係正桃花，冇紅鸞咁重啫，都容易認識到一啲可以發展落去嘅感情。所以咁你要把握機會啦。咁如果你諗住今年結婚或者懷孕呢，天喜桃花都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嚟㗎。咁你屬兔呢，尤其是個桃花月呢，去到呢個5月同11月仲重桃花月，咁其實全年都有桃花㗎啦，只不過特別要把握5月同11月重桃花月咁解啫。咁今年吉先有天德，天德逢凶化吉，能發空星之力。咁天德同月德都一樣嘅，因為天德同月德都係心慈報復心少，咁報復心少自然怨行少，怨行少就少結怨，就自然係逢凶化吉啦。咁仲有喎。有福星同福德貴人星，雖然福星福德普通貴人星，咁有貴人星都好過有小人星啦，係咪？咁你有桃花星，又有逢凶化吉嘅星，又有貴人星，所以星又唔錯，排位又唔錯。空星有咩啊？空星有捲舌，捲舌用口對口面對面同人嗌交，咁呢個都冇乜大問題啦。因為始終你桃花年，口對口面對面同人嗌交，可能轉頭人哋都唔記得咗嗌完交啦，可能轉頭又和好啦。無論男女關係又好，朋友關係又好，或者公司同事關係又好，今年咧即使有嗌交嘅少少鬥嘴到啦，其實問題影響就唔大㗎。咁同埋今年有披麻，披麻咪披麻戴孝嘅意思，披麻你多啲留意長輩身體啫。因為屬兔去到馬年，其實又冇乜特別大相沖㗎。咁長輩其實幾時都要留意㗎啦。尤其是我呢個年紀啊，你嗰個年紀就可能冇我咁嚴重啦。因為我呢個年紀啲長輩大部分都係好似咁啊，趌下行㗎啦。咁你都要留意長輩啦，尤其是長輩一跌親你就好大鑊㗎啦。所以咁你屬兔唯一要留意長輩身體，多啲關心佢，約佢食飯，其他就冇嘢啦。屬龍嘅你今年終於回歸平淡啦，因為2025咧你係重桃花年，咁喺2025重桃花年，如果把握得到或者結咗婚懷咗孕就 OK 啦。如果2025重桃花年都冇行啊，你要檢討下自己啦。咁係究竟係自己眼角高定係冇交際，完全唔出街，所以識唔到人呢？咁但係即使2025識唔到人都唔緊要，因為2025個重桃花會延續到2026嗰個春天嘅，所以春天嚟講，你屬龍都仲要把握機會，除非你好享受單身嘅生活，咁就唔使把握啦，係咪？有啲人唔中意拍拖噶嘛，我都有個男仔朋友唔中意拍拖嘅，佢係拍拖煩得滯，所以你無論男又好女又好，如果你唔中意拍拖呢，唔使把握桃花，淨係睇事業就得啦。咁因為屬龍今年嚟講咧，事業排第6都叫做中上嘅生肖，因為感情就排第10，事業排第6。咁感情方面，如果你唔中意有桃花都冇辦法啦。如果中意有桃花咧，除咗春季可以留意咧，都要留意呢個係農曆4月同10月都係重桃花月嚟嘅，所以春天跟住延續到4月，4月過咗仲有個10月啊，都仲可以把握嘅。咁事業方面今年嚟講都 OK， 因為今年吉先有天解解神，逢凶化吉，能發空星之力，同埋有八座有利地位提升。咁八座地位提升咧，就對打工有幫助咯，因為今年係比較容易升職年。咁升職同運氣就冇關係嘅，升職即係睇入係升職年，即使你生喺春夏秋冬好運或者衰運都啦，其實嗰個機會率係一樣嘅。反為做生意今年地位提升咧，只係有利呢個秋冬天出世嘅人。如果你春夏天出世咧，咁你容易有名無利。咁有名無利都唔緊要嘅，先打好個名氣。咁因為你春夏天出世嘅人咧，係去到2028到2033就輪到你嘅運氣啦。咁打好名氣地位，咁28到33再進攻都 OK 嘅。所以咁呢個八座，如果係行緊運，當然勢如破竹；未行運到啦，先打好個名氣，咁名到嘅利就自然會跟住嚟㗎啦。咁空星有咩？空星係血刃，手腳容易受損傷。咁但係屬龍嘅你今年又唔係犯太歲，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唔係損傷年。咁你少個血刃星咧，可能行街撞親隻腳啊，切嘢切親少少嘅手指流少少血啊，就唔係咩嚴重意外損傷嚟嘅。咁如果你唔放心咧，都可以喺自己犯太歲、沖太歲月份，農曆3月、9月可以捐嚟洗牙化解都得嘅。咁仲有個星叫做浮沉，咁浮沉都啱㗎，因為你桃花排第10，嗰個財運排第6，咁都叫中游生，叫浮浮沉沉，又唔係上得好快，又唔係話跌得好快。咁但係始終春季因為有桃花餘氣，都有機會咧睇高一線嘅。咁尤其做生意嘅人喺春季嚟講，盡量把握機會啦。
屬蛇嘅你今年桃花都唔錯喎，都叫排第3，因為今年係戊水桃花年。咁雖然冇紅鸞天喜咁好啦，咁戊水桃花都叫做有桃花啦，係咪？咁你未有拖拍嘅戊水桃花，都叫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做生活多啲點綴下啦。如果結咗婚，好穩定嘅感情，呢個桃花都叫化為人緣，對事業都有幫助噶。咁所以呢個桃花嚟講，一般嚟講，啲人成日講咩三角關係，我成日講啦。因為桃花同人緣咧同一個宮位嚟嘅，只不過你自己定力唔夠就變桃花，你定力夠就變人緣。咁其實好多時候睇自己，唔好乜都賴風水，又唔好賴個命啦。有時自己都有機會自己出問題嘅。咁同埋今年有個星叫墨月星，咁墨月都有利地位提升。所以今年如果上班一族有地位提升嘅星，又有桃花星，老闆見你個樣咧都順眼啲。即使公司裁員到咧，可能財政你都覺得你順眼啲，留你喺度啦，都冇咁快輪到你嘅。雖然今年財運排第7。就冇咩大嘅突破，平平穩穩一樣啦。如果你生喺秋冬天，今年咧應該都係順序一路上緊嘅。咁如果你生喺春夏天，今年都係要宜守不宜攻。如果你發現2025已經好慢，咁2026更加慢啦。因為你2025係犯太歲，好棘手嘅。犯太歲容易影響情緒。如果犯太歲加埋你春夏天出世，又已經心情唔好，運氣又唔好，事業又唔好，咁你犯太歲咧就唔係即刻過嘅喎。因為我成日講咧，每年情緒會延續少少嘅。咁如果你發現你而家仲受呢個情緒影響，要提醒自己，因為有機會延續到整個春天都受負面情緒影響，盡快脫離呢個負面情緒，踏上呢個今年桃花年。咁如果你因為2025犯太歲分咗手咧，今年呢個咸池桃花就更加要把握啦。因為分咗手就喊得一句句，即使有啲霧水桃花。咁都叫做 OK 啦，又或者咧，原來霧水桃花拖到過咗呢個2026，拖到2027咧，就假桃花就變真桃花，所以霧水桃花未必一定係即刻嚟即刻走嘅，拖到就可以延續嘅。所以今年桃花年又有墨月星，有你地位提升。咁凶星有咩？有亡神喎，所以銀包啊、鎖匙啊、手提電話啲今年容易唔見，亡神係自己忘記咗，所以記住今年私人嘅嘢要留意。咁就有粒凶星叫做病符，病符係小疾病，但係你屬蛇咧，即係春天要留意啫，因為春天你都受犯太歲影響，都有機會體質麻麻地嘅。咁但係落到夏天正式受桃花年影響，咁你病符就唔係話好嚴重嘅。咁就天官符，天官符都係突如其來，官非是非，人事不和，咁呢個細嘅問題。呢個天官符只係影響春夏天出世嘅人，秋冬天出世嘅海人完全係唔使理都得嘅。